台中市发生有人咧起无空的代志，今仔日透早有人塞车到交通局门口等炮啊，现场民众听到炮啊爆炸的声音，是赶紧报警。也若几工之前有学生囡仔因为接罚单是一不满，苦动恶骑无牌的乌多摆，半暝到派出所头前批车，其中有2个人是未成年，警方是计将开出7万多块的罚单。电动车找伊反正2点外停伫台中市高龙桥附设公有停车场充电，雄雄边仔出现火光、有爆炸声、高呛火熏。姓杨的驾驶落车查看，闻到火药味，就赶紧调个车顶哨兵监视系统查看，想讲是有人弹爆破弹。只是觉得很危险，怎么会莫名其妙来充个电，然后在车上看个剧什么的，突然发现嘣，想说不会吧，我的车要爆炸还是什么？台中市西区民权路的交通局本部大楼，进前是旧台中市议会，路的对面就是步入台中病院。现场看到的驾驶随报警，警方调阅监视器，锁定一台自用小客车，36岁姓杨的嫌犯犯案。伊家己讲，所弹的是路边捡的炮啊，后续的依照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。经调阅监视器后，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经该指时，车内人员丢出疑似鞭炮物品后离去。伫警局头前起诉的叶国英，3台机车无车牌，顶个月18到22半暝，2架伫南屯中央路派出所前来回批车，制造噪音，扰人迷茫。警方发动围猎，搁加速逃走，掌握车牌的外观，也加清查特点、行车路线。伫刚个月25掠到其中一个19岁姓林的查甫囡仔。会找你不会没有原因，特征都比对过了，你继续变没关系。好啦，是不是你？好啦，是我啦。3人因不满先前被开单，误以为拔除车牌便可逃避查缉，针对其违规行为，依法开出总额7万200元罚单，并通知家长到场予以约制。原因就是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进前去警方开单报案，找同款读私立高中17岁姓施加姓刘的少年，约来派出所前批车调整公权力。警方通知2个少年的爸母陪同到案说明，各依照违反道交条例、无挂车牌、不合处地、无照驾驶等，对3人拢总开7万200块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